食肥靠咩咧？靠微生物，亦都要靠有機質。食1斤肥，你就要25斤嘅有機質先可以食到嗰1斤肥。有機質係咪嗰個麻膚啊、豆粉啊嗰啲啊？你都可以有機質嗰啲可以，都可以。最好嘅就係生米有機肥。呢啲係多樣性嘅。如果你係麻膚係要單一性嘅，單一性嘅，係啊，都可以補。你氮能夠吸收，必須靠有機質，你先吸得到上去。第一係因為有機質可以養呢一批生物群，有咗生物群先可以將肥料分解成氨基酸，先可以進入植物嘅根皮。你冇咗微生物嘅話，佢又食唔到肥嘅。第二個氮能夠吸收，亦都係要有機質嘅扶持。我哋作為載體，作為載體引肥入根部。1斤肥需要25斤嘅有機質。你成日都用肥又唔用有機質，唔曬有機肥嘅話咧，嗰塊地就越來越難種，越來越板結。